疼痛，并你家己丰盛的爱情赏赐伫阮。主啊，阮感谢你的听，你的祝福，你的恩典，当你伫阮的身上继续成就一切的美好。主啊，你伫阮伫阮徛起的这个土地，用你的怜悯、你的祝福，丰丰富富成就一切的疼痛。主啊，阮为了这来感谢，你是信实的上帝。你应允阮若离开所行的歹，徛起伫主你面前，用公义甲圣洁来服侍主上帝。主你就为阮拍开天顶的窗，拍开天顶的窗户，拼落福气，互阮伫这当中修成得福，并且阮祝福列国的万民，就是无遇到万国伫迄个所在来甲因照见。主啊，阮感谢你伫阮所徛起的土地。来祝福伫你的百姓，愿上赞而乐归乎你，愿你的百姓继续伫你的面前来徛起来感恩，活伫主你的面前，甲主你同心同行。主啊，也帮助我，互我徛起伫你的面前，甲你同心同行，成就你的欢喜。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接下咱也要为着今仔日来祈祷。咱今日是母亲节，感谢主上帝的疼痛，赏赐母亲生养咱、养育咱、培育咱，到伫如今。无论妈妈即马是毋是，抑阁伫咱的身边陪伴咱，总是咱感谢主上帝，借着母亲疼惜咱、照顾咱。圣经安尼讲，母亲敢会袂记起伊食年的婴仔？即使有袂记起咧，总是我永远听你。所以，咱伫主的面前，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也为着明顺传道，今仔日要甲咱所分享的信息，有国语堂有特别妈妈庆祝的这个聚会。时间上，你若是稳准，有缘欢迎，咱会当继续参加国语堂伫这个所在三甲做伙来庆祝妈妈的日子。咱感谢上帝，因为伊亲像老爸，更加是亲像老母。养伤咱、顾养咱、因带咱、疼惜照顾咱，咱所以伫主的面前，为着今仔日妈妈节伫主的面前来感谢，也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愿圣灵亲自因带咱，回声来祈祷来感谢，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至圣的主上帝，你的丰盛、你的恩典、怜悯伫阮的身上，邀我你甲阮徛起，赐恩伫阮的身上。我们感谢你所有一切丰盛的恩典，主就亲像过去的人所讲，被上帝你要互迄个具体的疼，伫阮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你就赏赐互阮有母亲来照顾阮，来疼惜阮。主无论阮的妈妈是安怎样的一个妈妈，总是阮对着妈妈的身上来得到活命的延续。主你透过母亲。来生育阮，来养育阮，来培育阮，来带阮、陪伴阮到伫如今。主啊，阮恳求你继续施恩、赏赐恩典伫阮的身上，互阮会晓得怎样疼惜母亲，互阮会晓得怎样甲主你三脚同行。愿你家己的平安疼痛成就伫阮的当中。你祝福所有的母亲。主啊，或者是有一寡。阮期待会当伫主你的面前诚侪母亲，主啊，你来纪念这个约，主啊，你来纪念这个约，你来纪念这个约，纪念这个约，互你家己生育的恩典，过去怎样伫列杰的身上，伫哈纳的身上所成就的，主啊，你今日有缘成就，伫遐心较无。来真侪母亲，或者的姊妹，主成就你的美好，成就你的救恩伫阮当中。愿上赞应当归乎你，愿平安归伫你的正义路。感谢主，你赏赐一切的丰盛，献上感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下面的时间，咱请讲员兄来报告。歹势牧师要来公山县教会，所以我先谢咧，谢谢。
感谢上帝听众，咱今仔日欢欢喜喜来参加聚集。消息报告：第一，今仔日是年度母亲节，教会朋友联名要送予已经结婚的姊妹，并祝福所有姊妹母亲节快乐，恩典满满。第二，今仔是年度儿童之日，感谢孟村传道、慧君校长以及老师、学生衷心的服侍，愿此纪念因手中所做的工作，并且兄弟姊妹继续关心儿童的事工。第三，5月16日拜五暗时7点半，城市祭坛伫救主堂举行，敬请兄弟有留时间参加，一同为国家城市祈祷守望。第四，6月7日礼拜日下午2点，伫台南圣教会举行圣灵降临节祈祷，敬邀兄弟一同参加，同心自执为国家守望，请到招待桌登记。第五，7月16到18拜三、拜五，伫哪来教会灵修园区举办南部教区儿童夏令营，费用自费1,300，原价3,200。村内教会补助招收的对象是小一到升国一，欢迎踊跃参加。请向名存传道报名缴费，报名到6月7日截止，或者是届满为止。第六，教会招募国语堂招待同工，服侍时间就是伫礼拜日上午10点10分到崇拜结束。每月轮值服侍一届，鼓励已经受洗兄弟一同参与服侍，请向专程执事来报名。第七，教会招募国语堂新人关怀同工，鼓励已经受洗兄弟一同参与服侍，请向关怀组的组长小倩姊妹来报名。以上报告，敢有补充报告？下面的时间，请敬拜团。各位兄弟平安。平安。今仔是啥物日子？感谢主，也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子，予咱伫上帝殿院内面，用真正欢欢喜喜的心来学乐，来敬拜上帝。也感谢母亲，为细汉安尼甲咱幼饲大汉，也真做咱的避风港。但是咱有一个搁较大的避风港，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好，咱即摆要起立来颂赞，来学乐咱的上帝。哈利路亚。生命。
生命，阿拉主生命，阿拉荣耀归主生命，阿拉主生命，阿拉主生命，阿拉荣耀归主生命，阿拉荣生命，阿拉主生命，阿拉荣耀归主生命。哈利路亚！咱要将所有的荣耀、荣光，拢要归给主。主是掌管全地主，伊伫疼世间人，赐了伊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为咱的罪来死。主的疼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伊予咱会当真正加做伊的儿女，赐了济这恩典，这的祝福。这时，咱要开声来感谢这位全能的上帝，全知全能的上帝，伊对咱的祝福，伊对咱的帮助。这时，咱来学了上帝。哈利路亚！主，我们来感谢你，我们来学了你。主啊，你是荣耀至高的上帝，你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主，你疼阮，疼到底。主啊，你予阮会当伫这个地面上来认捌你。是你的竞选，是你的恩典满满甲阮同在。主，我们来称赞你，我们来荣耀主你的名。你是至顺、至圣、至疼的上帝。主啊，我们来学了主你的圣名，你配得阮一切敬拜，一切学了，一切感谢。主啊，尊大、荣耀、能力、权柄都是你的，都是你的。主，我们要赞美你。主啊，我们来学了，来感谢你的主的圣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上帝，哈利路亚，请坐。主你配得阮一切敬拜甲学乐，所有荣光尊严拢属于你。感谢你，叫属阮的活命。你是阮的主，也是阮的愿望，是阮一生
的招盼甲溃烂，主阮单单敬拜你，恳求你来引带阮的一生，互阮跟对你的路无来偏离。你是我主，我的盼望，是我的心招盼甲开朗。我要向你切切恳求，来做我一生的拯救。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款待甲盾牌。我的心脚步要互你欢喜，我相信向你归路敬拜。你是我主，我的盼望，是我的一生招盼甲开朗。我要向你切切恳求，来做我一生的拯救。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款待甲盾牌。我的心脚步要互你欢喜，我相信向你归路敬拜。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款待甲盾牌。我的心脚步要互你欢喜，我相信向你归路敬拜。主，阮的心较无你，因为离开你，阮就袂当做啥物。有主的同在，阮的心伫你的内面得到安稳。有主的同在，阮的心会当有信心、有气力向前来行。主，你是阮的招盼，你是阮的气力，也是阮一生的拯救。主，阮要单单来跟对你，阮单单要来仰望你，唯有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王，你是阮一生所要追求的。主啊，互阮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来敲找你，来仰望你，来敬拜你。你是我主，我的盼望，是我一生招盼甲开朗。我要向你切切恳求，来做我一生的拯救。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款待甲盾牌。我的心脚步要互你欢喜，我相信向你归路敬拜。你是我主，我的盼望，是我的
心要来靠无你。主，我们来做上帝你的工，互你来欢喜，互人会当得到益处。主也互阮会当殷勤来做工，因为乌夜你要来到。这是咱请兄弟姊妹咱起立，咱用这首的诗歌殷勤做工，成做咱的宣告，也成做咱的使命。哈利路亚！是咱要来祈祷，咱要为咱厝的人、咱的家属，为着教会来祈祷。安怎圣教会真做传福音的教会、听的教会，互咱会当真正伫上帝，互咱的这个核心，这个使命当中，互咱真做济人的帮赞。这是咱为着咱来祈祷。为着咱的教会，也为着诚安圣教会来祷告。为了我们的家人家族，我们都来祷告。我们要看见，当圣灵充满在每一个人身上，神啊，你要用膏来膏你的百姓。主啊，当每一个人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主啊，你要打开那个传道的门。主，我们要看见，在黑暗的时代，在一些世上的灵魂都要得着救恩。这是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我们来感谢你，我们来学到你。主啊，你和这个世代在黑暗当中，有你的教会，有你的儿女。主啊，你要来充满因的能力，当阮出去的时，为着阮社区，也着为着阮的厝的人，阮的家属。主啊，拢还未信主。主啊，恳求你施恩，你怜悯，互阮会当赶紧伫这末后日子，阮会当赶紧来传福音。主，互人会当来得到这个救恩。主啊，阮唔通犹如无灾灵，因为上帝你的圣灵来大大来恩膏每一位传福音的百姓，你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所有的智慧能力，拢是为你遐里来。你要来互教会，真正成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有听的教会，真正会当伫这传福音的事上，真正来荣耀见证上帝你的名。哈利路亚！这个世间的人会当来拍开心灵的目睭，耳孔会当听见福音。主，愿感谢你，哈利路亚！
荣光，拢要归乎上帝。哈利路亚。主耶和华，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特别阮感谢你，赏赐予安乐圣教会有济恩典，互阮伫当中会当看到上帝，你引带阮成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所以互阮会当伫社区宣教的事工，伫开拓教会的事工，伫济营会、济底选队的事工，会当成做济教会的祝福。所以，阮就来到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因为阮真正知影上帝你引带阮，互阮伫这个世间看到真济世间人因流离失所，就亲像羊无有无人共款。阮着怜悯因，阮着引带因来入来教会当中，来得到上帝你宝贵的救恩。所以，阮着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我们要继续来仰望你。因为上帝，你继续引带阮，引带你所建立的教会，会当伫这个世间，会当成做引带人明捌真光，进入到伫光明国度的这个教会，互阮会当伫当中，会当借着上帝你的恩典，得到对天所来的能力，我会当更较侪引带人来传福音，带领兄弟姊妹会当进入到伫人群当中，会当成做正人的祝福。所以，阮就来到伫你的面前，阮要讲主，阮伫遮要来学到你，要来敬拜你，因为阮知影你是教会的主，因为阮相信你是教会的主，因为阮敬拜，阮学到，阮仰望你，你是教会的主，愿你引带阮，成做阮一生道路的瓦靠，阮仰望你，阮将荣光归乎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咱同心用使徒圣经，成做咱信用的个别，咱同心来读，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必列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后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三通，罪得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听这，请坐。这是咱要来读体验文，体验文第19篇，我来刻兄弟来印，好的所在，咱大家做伙来读。我的心呐，你着恬恬无声，专心听候上帝。因为我的梦是对伊所来，唯独伊是我的石盘，我的拯救。伊是我的关台，我必无摇动。我的拯救，我的荣耀，拢在伫上帝。我力量的环境，我的避难所，拢伫上帝。恁众民着时时倚靠伊。伫面前听心好。上帝是咱的避难所。上帝讲了1摆、2摆，我拢听见。主啊，主爱也是属于伫你，因为你请着逐人所行的报应伊。阿门。下面的正道时间，咱要请孟春传道。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一当徛一间讲台吼。咱先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文，是记载伫
生命记第6章第40到第9节，咱看周报，咱做伙来读。请以色列啊，你爱听，耶和华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仔日所吩咐你的话，拢爱记伫心内，也要殷勤教示你的囡仔。无论你坐伫厝里，行伫路中倒落来起来，拢爱谈论，嘛爱下伫手顶做记号，带伫头壳遐仔做经文，佮爱写伫你厝的门框顶，并你车门顶。咱的经文读到遮，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愿你的话真做阮今仔日的帮助，真做阮今仔日每一个兄弟姊妹，阮会当心搁较明白你，嘛求你来使用囡仔的喙，互我所传讲的，当真做上帝你所喜悦的。阮感谢你，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感谢上帝，互咱今仔日搁会当组织伫遮。落雨天，阁会当来到殿中，真正是感谢上帝一件代志。伫咱一开始，讲到一开始，咱先要来看一个对基督教福音协进会伫2022年到2024年所统计一个台湾教会教师的一个报告。伫即个全台教会的统计资料内面，咱有看着啥物咧？即个字有较细字一块，但是咱会当斟酌来看着即个数字代表啥物款的意思。咱看到讲，伫即个数字内面，伫即2冬的之间，全台湾的主日崇拜，这是就是住伫 COVID-19 的迄当时，所以伫即几冬，特别是疫情的即几冬所显示出来的一个数字，就是咱主日崇拜的人数，全台湾的主日的人数是有一块降落来的。伫大人，伊有甲大人囡仔做一个分别，大人的人数嘛是有一块变少。特别是儿童的人数，颠倒是有一点仔的成长。但是咧，咱看到应该是上尾后一个，就是青少年的人数，毋敢若是落来一点仔尔，是真济降落来。所以，伫即个统计即个资料的即个协进会，因嘛有写一篇文章，伊就写到讲，对即个统计内面，咱会当看到，就是差不多有10位的青少年，就有1位无去啊。伫研究单位，伊实际上去拜访教会的时阵，伊嘛看到真济教会，其实青少年聚会人数已经剩一半，啊无就是连一个嘛拢无啊。但是儿童主日学的人数，却是差不多是平均，就是有一点仔成长。对于即个调查，互咱会当知影讲，其实真济基督徒的家长，伊是真愿意带囡仔来到教会当中。即张图所显示出来的状况，其实甲咱教会的状况嘛是真共款的对。咱看到咱的青少年的人数、聚会人数、稳定聚会人数，其实嘛是有渐渐咧流失去。因为当囡仔入去到青少年的时期，开始有真济想法，伫即个世界有真济美好。但是咱教会会当做啥物的？咱教会敢会当甲遮个青少年接去咧？我想，这对阮来讲，实在是一个无细项的挑战，是一个挑战，是真正即马当咧面对的挑战。
事实上，咱的辅导嘛是真努力咧牧养遮个囡仔甲青少年，但是嘛有一方面咧牧养咧陪伴青少年成长的人，我相信这毋是干那几个同工咧做的代志，嘛搁较是望会当真做教会每一个人。每一个属上帝、厝里的人，拢会当做伙来承担的代志。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就是伫《申命记》即本册所写的经文。《申命记》咧，伊是摩西伊要立誓进前所写的一本册。伫以色列人伊要入去到应允的迦南地进前，摩西伊搁一摆。来对以色列人来教示的一段话，搁一摆来教以色列人来反复有关系着上帝的律法，爱提醒以色列人，恁即摆要入去到迦南地，恁的活命袂爱搁有一个更新，你爱来一定爱顺探上帝你的吩咐，好得恁会当行伫上帝所蒙福的道路当中。所以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即段经文，伊特别强调讲，遮个律法、遮个诫命、遮个上帝的话语，你爱遵探，你爱殷勤不断的教示道理的囡仔。所以伫即段经文内面，咱看到讲，伊讲到，无论你是坐伫厝里。你也是行伫路顶，你行伫路上，你倒了，你起来，你拢爱谈论，而且你阁爱下伫手顶做记号，伫你的头壳遐做经文，阁要写伫你厝的门框顶，并你的车门顶。所以咱会当对即段经文看到讲。上帝的吩咐以色列人伊咧教导囡仔的时间点，一个信仰的教导的时间点，上帝的心伊是踏实踏刻，就是无管即马是啥物时刻，拢爱一直教导信仰的教导，毋仅只是伫礼拜日的知影，咱家囡仔带来主日学。也是青少年带到教会，即个聚会2点钟，可能头2点钟的时间的陪伴，信仰的教育就结束啦，毋是安尼。上帝的吩咐是每一天对厝邻开始，去到外口，而且是对下早时啊到下暗，就是每一个时刻拢爱会记得。爱互上帝的话加做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吩咐，嘛是当时是对咱每一个人的吩咐。互上帝的话是加做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时间的一部分。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其实对以色列人因是真正真重要的一段经文，圣经阁有另外2段经文今仔日咱读的是第一个，就是《申命记》第64章到9章，阁有2处的经文，就是伫《申命记》的11章13节到21节，阁有《民数记》15章37节到41节，这3段经文呢，这其实对以色列人因真重要。安怎重要的，就是因为这3段经文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因每一天拢爱来读的一段经文，每一天拢爱甲这3段经文搁读一摆，并且互这3段经文真做因每一天的祈祷的提醒。所以这3段经文，以色列人因咧讲咧表示这3段经文的时阵，因会讲这是叫做宣码。我可能念甲无一定做标准，叫做誓码。即个字的意思就是恭敬来听一个篇章就对啊。因为咱会当看到，特别是《申命记》即2
段的经文，伊头前伊拢是用以色列啊，你着听；以色列啊，你着听。就是上帝咧甲以色列人讲：以色列啊，恁着听，恁着听，恁爱听。我要甲恁讲真重要的代志。所以即三段经文就是每一工以色列人因拢爱一直咧来读的一段经文的，互即三段经文要成做因逐工信仰的宣告。就是咱头仔有听有念的，你爱知影我是独一的上帝，因为伫迄当时，遐个虽然有敬拜上帝的人，但是嘛有真侪是外邦敬拜真侪生命的一个所在，所以上帝一直爱甲因讲，你爱甲你的囡仔讲，我是独一的上帝，你爱来听我，你爱来遵照我的话，你爱甲遮个上帝的吩咐，甲恁的囡仔讲，所以这对因来讲真重要。伊毋仅是伫家己的个人的灵修内面会去读即段经文，也就是伫大家做伙组织的时阵，因犹太人足侪做伙组织的时间，因嘛拢会做伙来读即三段经文。所以咱会当知影即三段经文对以色列人讲是真正重要的话语，所以咱若有诶兄弟姊妹可能有去以色列参观过、旅游过虽然即马可能还袂当去，但是我相信咱若有去过诶人，可能就会看到有诶以色列人，因即马到即马嘛真侪因会甲即个经文诶盒放伫伊诶滴伫伊诶头壳顶。嘛，佫有下一个迄个手，迄个线下伫手顶，而且因会放伫因门框的顶悬。即个门框毋是放伫悬悬的所在，伊特别是要放伫你目睭直接看，就会当看会到的所在，就是要来提醒每一个人，你若出去厝，你要出去的时阵，你要转去到厝里的时阵，你会当看到迄个经文。你会当提醒上帝所要甲咱吩咐的话，所以咱若看到即个图，你看因头壳顶，遮因即个有无？遮有一个字有无？遮嘛有一个字，啊，伊的手即个字甲即个形，嘛共款，迄就是头仔咱讲的迄个血嘛，迄个头前的第一个，因。希伯来文是对正边读过来倒边所以这是因第一个字，因拢是用即个字来做代表。所以咱会当看到以色列人因对尊叹上帝的话是真看重的，因为这是上帝的吩咐。伫咱的教会当中，咱嘛真毋望会当。互咱会当兄弟姊妹会当对上帝的话语搁较侪认捌，所以咱教会真拍拼咧推动读经的安尼运动。伫过去，安尼主日学，阮嘛是时常是像咱每一档的，即摆的就是每一档的儿童主日，阮拢会互囡仔安那读几段，也是背几章的经文。就是毋望咱对上帝的话，毋是干那认捌一点仔尔，也是讲有时啊，咱若看一节，可能无一定会对上帝的话有较全面的认捌。所以，阮一定校长一直真坚持，爱咱的囡仔会当背几段几章的安尼的经文。所以，伫正经，阮是用安尼背。圣经的方式咧推动，但是伫阮心内，阁有一个渴望是，毋是一档背一段经文安尼就好啊。阮毋望会当，互囡仔开始培养一个每一工拢读圣经的一个习惯。所以正经本来阮有做过讲，啊无来定迄个灵修的笔的册，互囡仔来读。但是迄阵。敢若本来可能5个人讲好，安尼我们做伙看，但是后来怎啊
愈来愈就无啊。所以伊伫咧想讲啊，要安怎互囡仔会当培养安尼的习惯。拄好伫旧年的时阵，旧年的后半年，阮有一个主题课程，叫做“跟随耶稣练功房”，主要是要教囡仔来分享安怎跟对耶稣，利用即7个主题来分享。阮即摆还袂分享了，因为即7个要分享了，真正爱一段时间嘛，无容易。爱教囡仔讲即个主题，实在是老师拢用真侪时间咧有备。当阮分享着读圣经即个主题的时阵，咱的慧君校长嘛，搁较侪提醒讲，阮毋是干那分享讲啥物是读圣经，啊分享了着无啊，吼，乃是爱互囡仔会当实际上搁较侪来操练读经。所以，阮助理学就对今年2月份开始，阮就对诗篇开始来安排，就讲诗篇较短吼。所以阮正经背圣经真侪拢是对诗篇出来，所以阮就想讲安尼，咱就对诗篇开始来安排阮每一工的读经的进度。毋茫讲囡仔会当开始培养即个读经的习惯嘛。其实咱知影，若要互囡仔有读经的习惯，毋是干那囡仔读尔，佮爱家长伫后面吼努力，爱提醒囡仔讲，你今仔读经哦，无就是爱陪因做伙读经。所以其实我相信，对一寡家长来讲，要培养即个习惯，嘛是有一段路爱行的。但是阮感谢上帝，有一寡家庭开始会当做伙行。会当，互阮真正是伫读经即件代志顶面有真侪诶学习，所以呢，阮嘛邀请到有4个家庭，吼，因真正是差不多每一工，因拢陪囡仔读圣经，因会分享，吼，阮今仔阮是用录影片的方式，所以阮就来看这差不多10几分钟的影片，看可以直接放出来。好，来看这个家长因安怎陪伴囡仔读圣经，因伫读圣经的过程当中，什么感动？从彤彤他还幼稚园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有。就是从彤彤他还幼稚园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有亲子共读的时间。对，那这次的教会的这个读经的这个活动啊，让我可以跟彤彤一起灵修的这个时间，让他从小可以明白圣经的真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成为家庭祭坛，这个一小步可以成为家庭祭坛的一大步。对。就是从我跟彤彤，他是在每天的睡觉前，那一起陪他读圣经。那我们的方式是我念一句，他念一句。那因为他现在还是小学1年级，在认字的阶段，所以圣经里面有蛮多的字他还不太认识，所以在他会把他不认识的字给圈起来。然后我在这过程中，他遇到不会的词语还有句子的时候，我也会解释给他听。那最后我们会做一个简短的一个祷告来当成结束，这样子。在孩子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收到很多资讯。那这些资讯呢，有时候这些想法跟观念呢，都蛮特别的。会让我们当父母的非常的怀疑，甚至到很担心。那我自己有经历过上帝的拯救、医治、带领，所以我会很想要让孩子从小越小去认识天父，认识耶稣。所以我觉得他如果能够越早点认识到真理的话，以后他能遇到一些疑惑的时候，他可以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能够帮助他
度过这个混乱的成长的世代，然后也能够这样子，因为这样子不动摇，然后可以让他逐渐长大，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大概在素恩1岁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一开始是先买图画的儿童版圣经，然后每天都会跟他讲耶稣，跟他讲天父爸爸，然后也会带他读经，念经句，然后带他祷告。那大概到大班的时候，我们就买了一本注音版的圣经。那刚好素恩那个时候，他是在认识注音，然后又在认识国字，然后他看到这一本厚厚的圣经，他就觉得很有兴趣，也很好奇。他就觉得说，爸爸妈妈他们也有自己的圣经，那我也有自己的圣经。那就在有一天，我们就问他说要不要一起读圣经的时候，他就很开心的我们就这样开始读了圣经。那我们大概常常就是每吃完晚饭的时候，洗澡睡觉前，我们就会一起读经，然后我们会先祷告。读经前我们会先祷告，求神带领帮助我们读懂神等一下要读经的内容。然后读完经的时候，我们会大概简单的分享一下今天有没有什么感动的金句，或是对神的话有没有什么领受，然后就做结束祷告。那大概到就是这样一直持续，大概到中年级的时候，甚至我们有时候现在都会请他自己读给我们听，然后读完之后来分享一下有没有感动的金句，然后会带他用感动的金句来做结束祷告。素恩其实他自己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而且对有些事情他是很坚持。那可是因为我们有在读经，然后神的教导跟真理就是我们家的准则，所以有时候我们大人没有办法做得很好的时候，或是做错的时候，我会跟孩子承认我们做错的部分，然后我们告诉他说，我们爸妈，我们当父母就是人，我们也会不完美，我们有我们的极限。那小错可以赶快改过来，那大错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神的需要时间，需要神去帮助带领我们去改正改正我们过错的部分。那每天睡觉前，我也会跟素恩一起去彼此分享今天有没有什么值得感谢的事情，然后挑1件这样子，或到2件。那素恩常常一开始想都想不到，他就觉得说没有什么可以感谢的那去年呢，就是有一个台风叫康瑞台风，然后那天晚上呢风雨交加，然后我们就想说，吃完晚餐后，我们就准备就是可能就是做一下功课，准备要洗澡睡觉，结果就突然停电了。然后素恩其实很怕黑，然后那一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家只找到1只手机，不是讲错，1只手电筒。然后我跟一红的手机，我们两个都剩格数都剩不多，就是剩最后1格，然后也是蛮突如其来。然后那天晚上又闷热，然后我们只能赶快洗完澡，然后每个人拿1只扇子，然后想说就这样洗澡，就这样就赶快睡觉好了。然后虽然那天功课也还没写完，然后后来就是素恩就很神色紧张的赶快进去洗澡，然后赶快很神色紧张的跑到床上去，然后突然这时候电就来了，然后我们那几天就有在分享感恩的事情的时候，素恩就说，我觉得上帝每天都有供应我们水电这些一切所需，这是值得非常感谢。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很让他很那个的事，可是我每一天上帝所供应我们的，我们没有平安无事，这就是一个很值得感谢的事情。那说因为这样子，其实我们一再还是持续在读经，他的心其实是越来越柔软，而且他是愿意相信神是随时供应我们，然后他也是愿意相信神是会随时保护我们的神。好，我为什么会愿意花时间带孩子读经呢？是因为我常常想到圣经有一句话说，要教养孩子，当行的大事，然后到老也不偏离。那曾经有一个教养的前辈问过我们一个问题，就是当孩子要读大学或是离开家里的时候，你希望他带走什么东西？那我那时候其中一个是写，我希望魔女可以把读经祷告的习惯带走，然后可以跟神一直有连结。所以我就想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最好是从小就开始建立他读经的习惯，这样跟神有对话、跟神有连结的习惯。
那一方面也是我觉得神的话就像是一刀两刃，它可以刺进人的心里剖开。有很多东西也许我看得不够仔细，没办法帮助我的孩子，或是没办法提供最适切的帮助，但常常神的话在当中就会自己安慰、造就、管教、劝勉蒙允。我是怎么带蒙允读圣经的呢？在他还小的学龄前，我们是读圣经故事，那也有用过那个大字版的圣经来让他读，配合有声书。那后来我们是也有在今年开始跟着教会的读经的计划，这样。那我是会请蒙允把读经的内容今天要读的读过一遍之后，我会请他再安静一下，然后把今天的读经的段落里面选出一节他觉得今天是上帝要对他说话的地方，然后我会请他分享为什么他会选这节，是神要在今天告诉他什么，然后最后我会用请他用这一节经文来做祷告，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的读经的方式，先读，然后会选出一节跟生活做连结，然后让孩子自己说出为什么这节经文触动他，然后最后再用这节经文做祷告。我们这样开始读经之后的改变，我觉得是有建立起一个规律的习惯，就是每一天蒙允他也会喜欢读，那因为跟着大家读，他有进度表可以打勾，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他来说，所以我们就变得这是一个家庭的新的微习惯。然后我也很喜欢跟他一起讨论他经文的收获，然后听听他心里在想什么，然后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困扰啊，有没有什么心里的事情啊，那神怎么样对他说，所以圣经对他来说跟对我们来说就变得是很活灵活现，是很真实的。所以这是我们读经之后的收获。蒙允，请问你跟着教会读经进度多久了？3个月。请问你都用什么时间读经？早上。好，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怎么读经的吗？我妈妈会叫我先念，然后念完之后要忍，先不要讲话，然后选一节之后来祷告。好，那我们现在以诗篇68篇的第19节来当我们的来看看你会怎么祷告，好不好？好，假设这节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那如果像这一节的话，我就会问你说，你为什么选这节？我会说，因为我晚上很常做噩梦，然后我就会跟神祷告，然后神就会让我不会再做噩梦，然后有一个称颂他，就是赞美他。好，所以那你可以来祷告一次吗？祷告一次，好。主耶稣，你是天天背负我重担的主，求你让我晚上可以不要做噩梦，因为你是应当称颂的神。阿门。好，谢谢。我告诉你的时候，我的主持要欢迎你。我的信念就是你所救赎的，也要欢迎你。我的舌头也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顺利。阿门。为什么嘴唇要欢呼？这是代表我的嘴巴要因着神赞美他，欢喜快乐的欢呼。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世博。那我的女儿是恩宁，在5楼。那我儿子是宇乐，在3楼。那我非常感谢欢乐圣教会的儿童主日学的团队安排，让每个小孩跟家长能够参与到读经这个活动。那我会想要参与这个活动，是因为我觉得圣经的教导是我们要生养众多，然后要让孩子们能够去认识上帝，认识耶稣。那透过读经这样的活动，我们一方面也是鞭策自己应该要去执行，
而且对孩子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觉得最大的帮助就是，在家庭的凝聚力上面，我们会把这件事情当做一回事，然后一起来执行。那我知道，就是父母可能会在每天的工作中相当的忙碌，那回到家晚上有时候陪伴也是非常的累。但是呢，我觉得有时候赶进度也是还是有它的方式，比如说孩子可能累了，或是软弱的时候，就像我们自己读经也会软弱，那我们大人就可以读给他们听。那我的方式就是如果老大像恩宁，他现在都会读，那如果他愿意的话，他是愿意可以读给弟弟听。那有时候如果是他们两个都累了，那就是我会读给他们听。那最好的状况当然就是时间很充裕的话，就是我读一遍，那他们可以附送一遍。对，那虽然他们可能在程度上不一定听得懂圣经的话，但是我会带他们祷告，在读经前，我会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就是求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跟耳朵，让我们有智慧来听到上帝要跟我们讲的话。那即便是一个字也好，两个字也好，那小朋友有时候会抓到一两个字，然后会问为什么。那有时候我们自己答不出来，我们自己也会就会鞭策自己，为了让孩子能够懂，我们就会去做功课去找一下，是什么意思，大概是这样。那我的方式大概是这样跟大家做分享。那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分享。那我们就是家长们彼此来勉励激励，来一起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圣经的一个教育。谢谢。好，感谢上帝，咱会当有这几位家长的分享。刚才一开始对伊来讲，真正嘛是无简单，但是嘛感谢上帝，互遮个家长会当安尼会带囡仔读经。我相信遮个话，上帝话上种子种伫囡仔的心内，将来面对挑战的时阵，会当成做因真重要的武器。所以，这影片较长一块吼。所以，伫即段经文内面，头仔讲到是伫咱的厝内爱安尼读圣经。伫遮即第8节，则个讲到，佮爱写伫你的厝的门框顶，并且你的城门顶。所以，即个城门，伊共时阵，伊毋是互厝内的人看尔，伊是互每一个经过即个门的人，拢会当看到。所以，共时阵，上帝伊咧甲咱教导的是，这毋仅是厝内爸母咧做的代志，这乃是规个信徒、规个以色列群体，咱规个教会的人，拢会当来操练的代志，会当随时抓到机会，就是要看到即个城门顶的即个上帝的话，就知影啊，咱会甲咱的后一代。即个后一代无一定是咱家己的囡仔，是后一代，只要是囡仔，咱的后辈，咱拢是来爱甲因分享有关上帝的代志。这是上帝吼，即个群体的一个托付，特别是即个世代是充满挑战的世代当中，所以咱就爱同齐来守护信仰的产业，互咱诚做属灵的守护者，毋仅是爸母。毋仅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也是辅导，是咱全体教会拢会当做伙来承担的代志。所以，伫18世纪有一个真有影响力的神学家，叫做约翰卫斯理。伊对咱圣教会来讲嘛，是真正有影响的。咱的神学的基础是对伊的神学观来影响的。所以，但是咱今仔日毋是要介绍。咱要介绍的是伊的妈妈，是即个真伟大的神学家，伊背后一个真敬虔的母亲。即个妈妈咧叫做苏珊娜·卫斯理，伊嘛是出世伫一个真敬虔的家庭。伊的先生伊后来嫁互一个牧师，所以伊的先生嘛是牧师。但是安尼，虽然伊嫁互牧师，但是伊迄阵因的薪水，牧师的薪水是真少真少。上帝互因生了真侪囡仔，伊其实生了19个囡仔，19个。但是伫迄阵的时代，毋是每一个囡仔拢会当健康的大汉，所以最后有大汉
的囡仔敢若剩10个尔，但是10个囡仔对咱来讲嘛是足济。好，你想讲，咱想讲伊真善食的环境，搁要养10个囡仔，真正是无简单的代志。虽然无简单，但是这位妈妈伊真正忠心咧教导伊的囡仔，伊掠上帝的道做伊教导的重要的中心。要互囡仔拢会当行伫上帝的真道当中，所以伊对囡仔的品格、对囡仔顺服、对囡仔敬虔，吼，对上帝敬虔是真做伊教导的重点。所以伊会要求囡仔每一工拢爱读一章的圣经，而且咱头仔讲伊有10个囡仔对无？伊阁要求家己每一礼拜拢会当甲每一个囡仔单独的单位时间，所以咱知影伊对养饲囡仔行伫上帝的真道当中是真重视的。伊互囡仔会当行伫敬虔的生活，所以伫教会的历史顶悬，伊的囡仔有真济拢真做真重要的角色，就像咱即马咱讲的即个约翰卫斯理共款，伊毋仅是对伊囡仔的信仰的教育有真重视，伊搁后来因可能上帝互因稳定，伊会当请人来厝里斗相共，伊有请使用人，所以因毋仅甲因的囡仔读经，伊搁邀请因兜请的遮个人做伙甲因读经来祈祷。甚至是伊请的遮个人，感觉真正伫安尼时间得到真济帮助，个食好斗相无。伊开始邀请其他较无来读经祈祷的人，嘛做伙参与伫其中。所以因厝里定就是规个厝间拢客满人就对啊。有时啊，搁伤济人。无够济，伊搁爱甲人讲，你转去。所以咱会当对即个妈妈伊的心上所看到的是，当咱对上帝有一个真深的认捌甲经历的时阵，咱是毋茫讲咱的厝里的人、咱的囡仔，搁有咱身边咱认捌的人，拢会当来认捌上帝，拢会让做伙来见证上帝作为。所以，咱会每一个人。咱毋仅是教导咱的囡仔行伫上帝的真理当中，咱阁会当教导咱可能是咱兄弟姊妹的囡仔，咱会当成做一个共同来起做信仰的一个群体。这就是甲咱今仔日所分享的主题，这是咱的囡仔，这是咱的囡仔，毋是干那我的囡仔，是咱的囡仔，所以。上帝透过摩西甲以色列人，伊所吩咐的话是，互规个以色列人的群体，是对个人到家庭到规个教会的兄弟姊妹，咱会当共同来承担、来起做的。就亲像伫非洲，有一句俗语，即句俗语毋知影大家敢有听过？讲要养饲一个囡仔，需要全庄仔头的。溃烂，所以我相信，若像咱台语堂的遮兄弟姊妹，应该咧细汉的时阵，对即句话可能就有较侪体验吼。咱可能以阵少年，咱可能囡仔时代的时阵，咱拢会当自由去到厝边的厝里佚佗啊，也是甲遮个囡仔就伫街仔头啊，也是伫有个人的厝里。头前阁有亭啊，会当伫头前亭，会当耍做伙。这就是伫农业社会，咱的囡仔拢是四界走啊，可能有时啊，可能伫即个厝边因兜，拢会当可能若找无时阵，就是可能伫啥物人因兜安尼。所以对过去的时代，咱会当经历着即个囡仔，是大家拢会当做伙。照顾到的，但是对即摆的世代人当中是较会当看到安尼的状况，因为人甲人的距离是愈来愈远。但是会记头仔咱所分享的，讲上帝教会啊，这是咱的囡仔，这是咱会当
做伙来关心，做伙伫信仰顶悬来成长的一个大家庭。所以这其实嘛是我家己咧牧养儿童主日学的时阵的一个目标，就是毋茫讲咱会当做伙来诚做每一个爸爸妈妈的帮衬，因为实在是看到即马做爸母的吼，因嘛真侪压力着对啊。因为咱看到即马大环境对养饲囡仔较无友善，有真侪人可能去带囡仔去餐厅啊，囡仔会惊互囡仔去吵着啊，也是囡仔，咱拢知影囡仔就是较活泼嘛，搁咧学习安怎控制家己，所以若也袂遐控制家己，可能咧去外口发出一个声音的时阵，可能大家就目睭就看过来，会互人感觉讲有，互爸母感觉真正有压力，所以互真侪做爸母的，也是做讲结婚的人，有时仔是毋敢生囡仔，但是上帝伊的心意是爱互咱生较侪囡仔，所以我望咱教会嘛，诚做一个接纳囡仔的所在。咱教会真正是真接纳囡仔，嘛继续互遮个爸母因有真侪受到支持，受到照顾，所以伫过去，我嘛毋茫讲咱的主日学的家庭有较侪的连结，所以对旧年阮就有安尼亲子的礼拜，透过搁较侪斗阵做伙、佚佗做伙，互关系会当搁较友近。所以像咱今年就去到阿伦遐来做伙一个户外的礼拜，搁有看囡仔咧有即个牛车有无？这牛车拢是阿公阿嬷时代咧佚佗的，但是因佚佗啊真欢喜，无佚佗过即个物件，因落个妹仔嘛，佚佗啊，倒要1点钟安尼。所以看到遮个囡仔因耍做伙，遮个爸母会当耍做伙，其实是心内是真感动的。而且嘛有看到教会有一寡家长因开始组织有咧做伙祈祷的时间。我嘛有搁较侪家庭拢会当诚做彼此的伫信仰顶悬的真好的厝邻的人。咱教会嘛有真侪。像咱今年咱的过活节的即个受南州的聚会当中，我感谢上帝，就是邀请有看到咱台语堂的兄弟有无？有看到啥物人？对，感谢保元兄会当诚做迄个兵丁，所以我毋茫就是咱服侍遮个囡仔，关怀遮个囡仔，是咱规个教会做伙来的。做伙来关心的，所以我相信伫咱教会当中，咱对共同来去做信仰的群体是有负担、是有热心的。亲像圣经甲咱讲，咱毋通干那顾家己的代志，嘛爱顾别人的代志。上头咱分享约翰卫斯理伊的妈妈，伊毋也是对家己囡仔信仰的教育的会看重，伊后来阁甲因兜的门开起来，互阁较侪人会当来认捌上帝。我相信因诚做咱真大的模范，咱教会中青的兄弟，你嘛是诚做阮真大的模范来听遮个囡仔。所以毋茫讲，我相信等下囡仔一定伫遐咧准备，等下因要献诗。有真侪囡仔可能咱看过，毋捌因叫啥物名，也是毋知影因妈妈、爸爸妈妈是啥物人。我嘛鼓励咱的兄弟会当搁较侪来认捌遮个囡仔，认捌因的爸母，会当相信咱遮个兄弟姊妹拢生囡仔有诶拢生足侪，咱对可能养饲囡仔嘛有真侪诶经验，也是咱经历上帝经验见证，咱拢会当继续来甲咱的囡仔、遮爸母，诚做因的帮衬，就亲像昨昏，互伫中心甲一寡少年有安尼交流的机会，我看这是真水的
一个时间，毋望咱搁较侪会当正做伙，正做每一个囡仔的帮衬，因为遮个囡仔是咱的囡仔。好，即时咱就要做伙来祈祷，毋望继续为着咱的主里厄来祈祷，为着咱家己会当诚做即个信仰的传承者，来做伙起造属灵家庭的角色，嘛特别为着阮遮的老师、主里厄的老师，也是遮青少年的辅导，咱会当中伫上帝的真理当中来陪伴后一个世代，互阮毋通互即个世代迷惑去，感觉哦，即马世代咧流行啥物，教会嘛要流行啥物，毋是，咱要行的是上帝伊的话语，真正要入密到即个囡仔的心上。所以咱最后，咱做伙来祈祷，请。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互阮会当真正诚做你遮的陪伴。主啊，感谢你，因为阮知影你的听是无止线的。你互阮教会有遮安尼的产业，阮真正是感谢你。愿你继续来互阮的兄弟姊妹，阮知影安怎来养饲，阮知影安怎来陪伴。而且是会当行伫上帝你的真理当中，互阮会当继续来回应你，互阮知影遮的囡仔是咱的囡仔，遮的囡仔咱会当做伙来见证，咱会当做伙来成全伫上帝你的心意渴望内面。愿感谢你，愿你亲自来带领，愿你真正伫咱的教会当中继续嘛，互咱遮的老师。遮个家长有真大的支持甲帮助，感谢你的听，因为阮知影上帝你的心意对咱的教会是水的，你要互遮个囡仔真正行伫你的真道顶悬。谢谢。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互阮今仔日会当伫儿童主日当中做伙来听探你的话语。主啊，你的心意是互全教会咱的兄弟姊妹拢诚做起造信仰的群体，咱做伙来回应你的呼召，咱做伙来陪伴遮个囡仔，诚做因的掠坎，诚做因的模范。愿你持守，互阮持守伫你的话命当中，互伫你的话语当中，互阮毋通受到遮个世代的价值观所影响，乃是阮伫你的话语内面无摇错。感谢你带领阮今仔日的时间，伫即个世代当中，阮要搁较侪来为主你来出声。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我们邀请阮的囡仔，咱的囡仔，吼，咱教会的囡仔，咱做伙来献诗。即首诗歌要将荣耀献互上帝。好，咱就甲时间交互因。阮先要来背经，吼，读背圣经，较唱歌，吼，阮要先来背圣经。
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列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时代要全心地敬拜，坐在宝座上全能的神。这时代要一心传献你作为，高举你生命。
动摇，你的能力显为至高。我们依靠耶和华，就是歌颂你大能，你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感谢咱的主，荣光归乎咱的上帝。这时，请兄弟姊妹请坐。这时，咱特别邀请，互咱的遮的细汉囡仔会当来送今仔日咱教会所备办的遮的母亲节礼物。所以，咱请在座所有的妈妈吼，站起来。只要你是已经结婚的，遮的兄姊妹就会当站起来，咱会当这时的请同工来准备，咱请所有的遮的囡仔吼，好，我们请小朋友，我们就预备到老师这边，然后一个人就是手上拿几份礼物，然后送给我们在座在跟每一位我们站起来的这一些妈妈们。好，小朋友现在可以下来了，好，下来，然后拿礼物，对。拿礼物，然后去送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妈妈们，然后在送的时候，记得亲切的说声母亲节快乐，说声母亲节快乐。咱真感谢上帝，因为上帝透过今仔日。咱所有遮的细汉囡仔伫当中，做伙来分享上帝恩典，分享上帝伫咱教会当中真美好的疼痛。今仔日咱教会所备办的这个母亲节礼物，是这个公山信教会，伊伫当中为着要建堂所预备遮的香皂吼，所以咱会当将这会当早倒转去，会当真做伫咱活命当中真美好的祝福。愿兄弟姊妹继续来关心为着公山信教会的遮的建堂的事工来代祷来守望。好，那是小朋友如果已经发完了哈，我们就可以准备跟着老师们，我们回到楼上，我们去准备下一堂的崇拜。好，刷落来呢，咱要伫当中来介绍吼。伫今仔日伫咱当中有一位新来兄弟，咱欢迎雷显威牧师。今仔日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准备伫倒位好？伫门口招待的，遐好，咱拍婆啊欢迎雷牧师。今仔日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真欢迎。显威牧师，那个。以前应该是23段年进前我来过教会哦，好，雷牧师来这分享讲台高安那时候我是你的翻译者，我是师母，我是你的翻译者，伊是讲华语，我翻译台语，
我还记得你的讲题哦，讲挪亚的，所以讲方舟变他翻的啊，大船，那个方舟怎么翻台语？好，感谢欢迎他。然后接下来我们一样就奉献，好，来奉献。现在来那个俊林伯啊，好，来谢谢。我们现在要来奉献哈，准备奉献歌。好，请咱起立。来，你是我主，我的恩望，是我的一生节目甲快乐。我要向你切切恳求，来做我一生的拯救。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管大甲盾牌。我一心盼望，要予你欢喜。我相信，让你快乐敬拜。你是我主，我的恩望，是我的一生节目甲快乐。我要向你切切恳求，来做我一生的拯救。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管大甲盾牌。我一心盼望，要予你欢喜。我相信，让你快乐敬拜。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照着伊奇妙的心意，祝福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互咱伫活命当中会当照着上帝的话语来行，照着上帝的话语来教示伫咱家庭当中每一个细汉囡仔，互咱规个家庭、规个教会会当成做上帝伫咱当中所起造信仰的群体，互咱伫当中会当照心意，会当活出上帝的荣光，互咱规个教会会当进入到伫上帝荣光的国度内面。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灵的感动，甲引带，定定甲恁三甲同在，特别甲咱厝内的人三甲同在，对担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今仔日第一堂崇拜就到这，愿上帝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大家平安。